总统大选还阁有半年外，检警查贿选已经开始咧动作。法务部要来设立科技查贿选的指挥中心，今仔日由台北地检署开始来试办，后个月6都嘛会完成。10月份，全国的地检署都会全部连线。 检警到参选人厝内搜查，查到22罐的地票，刚剩另外一名参选人嘛被检举送检猪肉，冷冻库内面只剩2袋，但是安怎判断是证物？这个文字讯息区，让所有同步讯问的检察官都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，并且利用。包括即时影像、声音传送，有团队帮忙分析做判断。虽然离大选还有半冬外，但是检警早就开始准备啊，今年的查获重点工作。 伫防制金钱暴力甲假讯息介入，由贿选的手法不断的翻新，嘛更加稳密。这条啊卡是提早布置资金来源，检警爱先清查资金，卖掌握假讯息。另外，建立科技查获指挥中心，除了建立人脉、金脉资料库，分析台选证据，结合团队办案，甲远端监控分析，判读所有证据，也阁结合公家民间的力量，网络宣导扩大反贿选的公道。 科技查获指挥中心的建制基地，先交予台北地检署开始试办，后个月6都总共8地检署，10月全国地检署拢设立完成。希望伫科技辅助之下，互检警的查获行动会当更较迅速确实。